想入場換加密幣，又想賺多啲住數？第一步，立即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載 OKX 交易所 App。打開 OKX App， 去到註冊頁面，可以用電話或者 email 開新戶口，超簡單。記住選擇用 email 註冊更方便。最重要一步，喺輸入推薦碼 Referral Code 嗰欄，打入以下呢個專屬碼，你就可以即刻享有 20% 手續費折扣兼激勵獎金，好抵玩啊！輸入你嘅 email， 跟住設定密碼，記得用個獨特啲嘅密碼，更加安全。睇真啲 email 瞄好打錯，之後撳確認。去你個收件箱 check 下6位數字驗證碼，輸入返 OKX 就可以啦。咁你嘅賬戶基本上已經開好 Tilda， 準備入場拎 bonus。如果想開通全部功能同提取獎金，記住做埋 KYC 證件認證，跟住 App 一步步指示上傳證件，相當快手。想即刻玩到盡，千祈瞄好跳過。認證搞掂，即刻可以入金或者試下 trade， 領取你專屬新戶 bonus。OKX 新手限定優惠，住數開戶冇難度，仲有折扣，點可以錯過？